外面很冷哎，你看我们家有火炉，还有暖暖的被窝，在家睡觉不好吗？你一年365天，你天天都在睡觉，你该出门了啦！而且啊，圣诞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你要去哪里玩啊？而且出门逛街又累又花钱。不会不会，我跟你说一个地方哦，它叫做梦幻圣诞。梦幻圣诞。跟你说，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义卖市集哦，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呦，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之前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是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怎么办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当然。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啊。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怎么那么多玩具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迦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迦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超重！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远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
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 Let me be your man. 啊，又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啊！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好开心哦，今年也要一起开心啊！啊，我知道了，我们去找部长去玩吧。部长，干嘛啦？走啦，我们出去玩。去哪里玩？外面很冷哎！你看我们家有火炉，还有暖暖的被窝，在家睡觉不好吗？你一年365天，你天天都在睡觉，你该出门了啦！而且啊，圣诞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你要去哪里玩啊？而且出门逛街又累又花钱。不会不会，我跟你说一个地方哦，它叫做梦幻圣诞。梦幻圣诞，跟你说，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义卖市集哦，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之前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是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等等。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自己的梦想，对，很多人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想要去追寻，但是这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困难。在一个马槽里啊，真的超过大家想哈，用什么来跟他交换，很超乎我的预期，我也是很感动。原来我是被支持的，然后就看到了好多饼干。我们跟老师沟通吧，宝宝生日快乐，谁哇！我们恭喜美君，恭喜你这个礼拜天要来领奖，中华路49号来领奖。上帝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送，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美国，应该是算小时候蛮常会看的，对但是我要先自首一下，我没有看过。真的，这部片真的是在国外或者在全球啊，真的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重要哦。好，我等一下结束来去看一下。赶快就补习，赶快就补习。这是我们的圣诞夜怎么它今天怎么哇，它也是做这种透明的，就是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杰克主角杰克，然后跟库鲁米鲁，然后它的这个盒子啊，就是有点那种黑色系，因为它主要是在讲万圣节，但是它这次就是特别的，跑到圣诞城，所以装扮成圣诞老公公的样子，结合圣诞夜的那种感觉，哇，真的。然后它里面啊，就还是看得出来，就是有一种万圣节的气氛啦，就像那种有点那种古灵精怪啊，然后这种就是以前美系这种很传统的这种字体，对，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哇！而且这个黑暗系列啊，就是它这样黑黑的，我觉得就是很有质感。现在很多潮牌玩具都是做这种感觉啊，没错。对，而且它一次就附2只，真的是超级赞的啦！迫不及待给它打开来一下。那打开来呢，里面就有一个气泡这个壳，透明气泡壳，对。然后它里面啊，你看，给各位看一下它彩盒里面，都是有点那种很迷幻的感觉，对，很迷幻的感觉，格子的，是。哇，两个拿出来哦，很精致哎，超级赞的啦！它这个系列啊，跟我们前几天开的那个蝙蝠侠跟邦恩是一样的，也是这样一对一对的。那他们是放一起盒子放在一起，因为这次圣诞节真的是太需要这种应景的东西了。哇，你最喜欢的节日，我记得不就是圣诞节吗？没错，圣诞节，因为我觉得可以拿到礼物啊，不是，是整个气氛非常的而且下雪，白色的感觉，然后再结合这么这个叫做鲜艳的红色，你就会觉得哇，感觉礼物都来了。是不是？它这里面应该也有不少礼物，整个很蓬。它还很那个还原这个剧情的感觉，因为它剧情就有一点，就是里面会有一些破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它上面这用麻布袋都是用缝的对，它的那个缝线都有做出来。对啊，连其实接缝的那种感觉都有做出来，因为一般圣诞老公公的那个它的袋子不是红色的嘛，而且很漂亮。对，但它就是故意有做这种反差，反而会觉得更可爱了一点，就是那个视觉冲击啊非常大。那可以看到它这边还有一个烟囱啊，它烟囱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房子，然后它上面这个雪，对，你看它这雪的，它这个阴影，它这阴影不是真的阴影啊，它这阴影是真的它的光影哦，因为它是像凹 cookie 抠的到那个雪面哦，不是平面。对，所以说它这个阴影就会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立体，然后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骷髅杰克嘛，他本来是没有胡子的。然后他变成了圣诞老公公 cosplay 一下啊，那个胡子的生动感非常的棒。远远看我还有点看不太出来是骷髅对啊，那骷髅这部片真的是非常的正面，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对我很喜欢，然后它的这个动态感啊，我觉得它这个系列它出的这种动态感都做得非常的棒。对，那接下来就是看到我们的第二个哦，忘了说。这是迪士尼的对，它下面都有写迪士尼。第二个，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这个自由控制的这个可动的圣诞花圈，对，圣诞花圈。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设计啊，都很一致。一般圣诞花圈不是上面都会要么有一些灯，要么有一些彩虹色的花之类的，丰富的那种。对，但是它就是很符合它的。你们看到他们的配件都是做一个比较简约，然后符合他们这个剧情设计的风格哦。对，然后他们的本体，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本体实在太有特色了，它就是一个骷髅的麋鹿，对，真的太可爱了，是吧？啊，这个嘴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它这边怎么嘴巴的涂装可能不太好，怎么你看黑色涂的不完美什么的？其实不是，里面你仔细看，一颗一颗的牙齿，对，一颗一颗的牙齿都在里面，数得出来有几颗哦，真的很厉害。所以说，哇，它这个细节掌握的非常的好，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它的这个涂装蛮特别的，有没有发现？有点半透明。对，你看这边白色的话地方就很白，可是它的整个脸，对吧？
跟他的这个麋鹿的身体都是有点半透明的形状。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晚上可以有奇迹发生哦。哇，真的耶！哎，哦，可以这么绿哦。对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的时候，看不到东西就靠它了。没有，就是放到晚上的时候放在某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显眼，这是它的超级大特色。对啊，你看发荧光哦。现在荧光的公仔我还真的没有收过蛮少的。对，我觉得做荧光的感觉，我会感觉 CP 值好高。对，而且很有意义。新的玩法了。对，白天晚上都看得到，而且还不同感觉，跟那个马克杯一样，加热水，而且觉得对，变色。买一个，然后可以有2种玩法。对啊，然后它这个眼睛啊嘛，都是做比较可爱的感觉。对，所以说你也不会觉得好恐怖什么的，不会，完全不会，反而觉得爱不释手嘞。对，超可爱。对。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地毯的设计，因为它地毯每一个设计都有它这个每个的适合的地方。对，这个应该就是比较木头那种地板。对啊，好棒哦！那个小小的这样子，对吗？其实说小也不小呢。不小。对。然后2个摆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漂亮。不知道大家有过那种经验，就是你曾经想要追求过什么东西然后但是最后才发现，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对不对？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真的，这部电影常常就是里面在讲的东西，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方向。你现在讲，我想赶快去看。啊，那时间不够啦，我们就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非常期待今天的分享。即刻 ，Hello， 大家晚安。哇，这部电影我也没看过，我也很期待要去看哦。但是经过了我们的罗越导演的这个导览哈，我们就知道骷髅头其实有时候我很害怕的哈。有时候有些人哈让我们很害怕，可是他却是相处之后不是如我们想象这样哦哈。我们有看过那个感觉一般人说社经地位比较低的人有过这样吗的经验吗？在我们现在庆祝圣诞节耶稣降世的那个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呢常常是做那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一般人会觉得他们的社经地位比较低的，他们就是帮人家雇羊的我们有常常听过那个狼来了雇羊的孩子的故事，对吗？耶稣那个时代也一样哦。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圣经的话怎么说哈，就是有一群雇羊的人，他们在山上很冷的天气，就像今天外面的天气一样雇羊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彼此因为时间很长又很冷他们彼此会讲讲话然后但是也会晚上睡觉就在这牧羊人大家都看不起的财经的这种地位的人，竟然在一个地方叫伯利恒的一个野地。我们前几天有讲伯利恒其实是在当时候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但没想到这一位救世主，这位弥赛亚可以拯救人的替你我而出生的这一位耶稣，竟然是降生在伯利恒哦。而且这个降生在伯利恒那时候没有像我们有网络没有说哇我们宣传打地没有而且要让谁去迎接这个小婴孩呢？这位上帝很奇妙，不是你我想这样他竟然是第一个告诉的是牧羊人，那财经地位很低很低很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竟然是用他。哇，大家都是跌破眼镜原来他们呢，这里在讲夜间他们守更的时候，看见这个在看守羊群，有主的天使站在他们的旁边然后有主的光那晚上很冷，你可以想象吗？那主的光来照向他们，哇！这牧羊人心里一定很害怕，怎么突然原来是外星人来吗？竟然是害怕的亲爱的大家，我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像那骷髅头，看起来一开始好害怕因为牧师就是很怕小时候很怕看到那个骷髅头，很怕看到人死掉的尸体。但没想到我现在当牧师
常常要看。但我会想到的是那个人的温暖，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骷髅头他却能够后来带来给人虽然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他还想要带给大家欢乐，结果最后带来是大家的恐惧哈。虽然他后来真的有个改变，你可以去看那个电影哈，改变了什么？他原来觉得人家都看不起他，他原来觉得人家都不在乎他，但没想到就尽在刚才罗月导演说了一个什么？尽在怎样眼前是吗？还是他说的是哪一个4个字远在天边，近在什么？有吗？你有没有听清楚他刚刚讲什么？原来就在他身边的人帮助他设计那个圣诞节服装的那个小女孩是最在意他的不是人家都看不起他。好，那音乐牧师要来请问大家哦，如果你有听到，请你写下来刚才罗月导演所说的怎么样的字这一位骷髅头他后来怎么发现原来在他身边的人是最看重他的？你有听到罗月导演说的吗？在他身边的是谁然后他用什么成语或者是你可以表达，就请你写在留言板。有清楚我的疑问我的问题吗？好，请你开始写哦。好，那我们因为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写。好，知道要写什么吗？有没有人有疑问？在音乐牧师留给大家的话也有哦。这个人尽在什么？好，写了。好原来我先打灯。好，原来呢这个骷髅头不管是麋鹿他发现他心里很空虚他本来想要带给大家欢乐，结果他去绑架了做了让大家好像更讨厌他的事。他后来才发现原来在他身边的人是最在乎他的让他整个人生命改变所以刚才导演说什么？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是吗？好，来，我们来看今天如果你回答的问题，我要请我们的小编来。好，离手咯，不要再写咯好，还有音乐牧师一定要说请你打开麦克风跟镜头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等待有举手的人是有什么疑问吗？好，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你回答好，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请同工来记得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来，1号吴佑成，2号许玉珍，记住自己的号码哦。3号孙瑜涵，4号这个是信哲对不对？那个君黄是吗？CHUN 是吗？请问 CHUN？ 我是杰恩。你是杰恩？嘉恩嘉恩好，嘉恩好，来，你是刚刚说你是几号音乐牧师忘记了。4号好，5号是新妍对吗？好，许新妍。6号是那个艾玉斌，然后7号美君，8号盛宗，雅婷，10号好，还有一位是王尊，抱歉这个字有一点小，我看是吗？106对不起，王尊贤吗？请问这是几号了？11是吗？同工，请问这个王君贤几号？10号。10号，来，雅芬11，毛中燕，11、12，好，毛中燕12号，
好，那我们就来转盘咯，记得自己的号码哈，有没有疑问的？刚刚有来，请我们的同工看一下有没有你的号码的，可以吗？看一下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哦。有哈，来有疑问的来，好有疑问的请说哈来同工请念一次好吗？好，有哈都有哈 ，OK 太好了，谢谢，对不对？我需要念吗？不用给大家，因为你有写姓全名。好，有疑问吗？第一次、第二次有疑问吗？第三次有疑问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来转哦。好，来，请我们的同工转3位。5位，哪3位来分享？来，第1位，请嘉恩，来分享。分享什么？注意听，分享什么？就是我本来很好意，觉得对大家一定好的，结果呢，弄巧成拙啊。但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你有没有感受到？从哪里感受到？原来大家都很爱我啊，大家都很在乎我，有吗？我再说一次，你有没有过经验？发生什么事？你原来是好意，譬如说，我原来好意要帮忙大家洗碗，结果把碗都弄破了，大家变得很不高兴，你就觉得很受伤哦。好像大家都很嫌弃我，我好笨，我好没有能力。但后来音乐牧师是这样领受后来全家人都来抱我说没关系，至少你努力，我们很看重你，类似像这样，好不好？但不要再讲跟我一样，要你自己经历过的，不是，这是音乐牧师小时候经历的，来类似像这样，好，来，那我们第1位要请嘉恩。开麦克风镜头，就是原本有一个朋友看起来好像快跌倒，然后结果我想要去扶他，一不小心把他弄倒，然后他就不想理我，然后最后我就跟他道歉，他最后原谅我。谢谢你的分享哈真的那时候会很难过，因为你原来是好意，对吗？但是没有做好的时候，哎呀，就变得好像不是好意了反而好像害人。就像现在音乐牧师自己小儿麻痹，走路会常常跌倒，我不能扶我的先生，因为我的先生脑中风，他也走路不稳，就是类似像这样所以我们要去做好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还有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谢谢你的分享你小年纪就比我这个提醒我谢谢你的分享。好第2位请开麦克风，许玉珍。我原本请开镜头请开。我原本要打扫房间，可是我一直打扫都很乱，然后妈妈所以后来妈妈就骂我。是越打扫越乱，你可能镜头要打开，手可能要离开，可以对。好，那后来呢？妈妈骂你以后，你以后还要打扫吗？不要打扫了，是不是？可以打扫看情况。看情况，你觉得妈妈是骂你是不喜欢你吗？还是针对那件事情？你可不可以请问妈妈说，妈妈你教我打扫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好，你请妈妈教你打扫。好，来，你的手可能要离开。因为你刚刚回答了没有完全所以如果万一是你收到了，万一是你抽到了，还是让你抽，因为你很有勇气讲起你的这个经验。可是你要完成一个，如果万一你抽到，你要完成一个任务，去帮妈妈，请妈妈教你之后，妈妈说 OK 了，那就让你领，要在25号之前，这样了解？不行，你这样你要吗？你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没关系。
不愿意好，没关系。你愿不愿意？那我来代替。你愿不愿意？就没有礼物了，没有，你愿意？你要完成任务，大声一点。我就是讲了呢。你愿意呀？好，你愿意去就是再给妈妈，该你自己，请妈妈教你怎么做事，可以吗？可以。好，达到了以后，好，你就跟妈妈一起来领礼物，好不好？在25号以前呢，OK， 好，来下一位尤雅婷，请开镜头麦克风。有一次老师请我排作业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师叫我做什么，要做什么，我就越帮越忙，让老师手忙脚乱。哦，那后来呢？下次还有机会帮忙吗？就跟老师说对不起啊。那你后来还有在帮忙吗？有啊。那时候你怎么那个？你有没有想到上次的经验？是用指甲剪。有没有再发生过同样的错？越帮越忙？没有。什么原因？你觉得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再越帮越忙？因为改进了。跟刚才一样哈，刚才那个玉珍的最小的孩子一样，要先问老师，我可以帮你，请问你想要怎么做，可以吗？可以，好不好哈？这样子就是原来身边的人都这么爱我只是我做错事情，他们骂我是因为针对事情，不是不爱我，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我们同工来预备哦，就这3位。那第2位许玉珍的第2个小孩子，他有蛋书的如果万一他是抽到的话，是有蛋书的，可以吗？那个许玉珍可以哦，可以哈 ，OK， 好，那我们就预备咯，倒数5、4、3、2、1，请转。哇，我们恭喜许玉珍，恭喜！好，我们请开麦克风，请开镜头记得哦来，好的，他会努力加油的，谢谢牧师。要经过妈妈的同意核准妈妈说，你做得很好，你怎么做的要来说恭喜你耶，谢谢许多的人真的是嘉恩那个很多的人都为你高兴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分享跟抽奖的会有不一样的方式那期待下个礼拜1是线上，明天是实体哦明天的也很厉害的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实体见哦，中华路49号，拜拜，好好休息，上帝祝福大家，拜拜。我喜欢你的分享哦，嘉恩，上帝祝福你希望有一天你会抽到好，谢谢牧师。有礼貌，谢谢，好，明天见哦，拜拜。OK， 好，来，我们同工，来，我们来看，今天有一点长慢了10分钟好，下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改变。